在干什么？你们两个轻点儿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？秋公公，干什么呀？回秋公公，就是这个丫头，她竟敢擅闯宗祠，被我们俩给抓住了。放肆！这是未来的灵奇王妃。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还请王妃饶命啊！没什么，你们起来吧。谢王妃饶命。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秋公公，我就是想进去看看，这里边有什么呀？这是皇家的宗祠，里面供奉的都是历代帝王祖先的亡灵，还有镇国之宝天机盘。天机盘啊，秋公公，我想最后问您一次，是不是只有嫁给三王爷才能够进入宗祠啊？有啊，什么方法啊？嫁给二王爷、四王爷，或者皇上。算了，我还是嫁给三王爷吧，至少还算半个熟人。我想，我们回去的关键，也许就是那个放在皇室宗祠里的天机盘。天机盘？那还想什么？进去一探究竟就是了。你傻呀你！外面有大内侍卫把守，里面有机关重重。我们要是这么进去啊，分分钟就……啊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是嫁给谢云奇。怎么也不能让你牺牲色相啊！够哥们！哼，我倒觉得嫁给三王爷那招不错。我早就打听清楚了，你之前在宫中犯的那些错，你以为是谁给你解决的？三王爷。还有，之前你受罚的时候，有人替你解围，那可都是三王爷授意的。青柔，要我说呀，你就别想什么歪招了，事儿就这么定了，乖乖的嫁给三王爷，进祠堂一探究竟。要是行的话，我们就解决了穿越的问题；要是不行的话，乖乖的做你的王妃。我们以后啊，还得指望着你呢。得，起火，走人。启禀皇后娘娘，刚才尹老将军向皇上请旨，说要收尹晴柔为义女，皇上已经准了，改日啊就要送尹晴柔去待嫁了。他怎么突然想烧干女儿了呢？听说是三王爷的主意。尹晴柔，你竟敢骗我！嫣然，快去看一下。好啊，尹晴柔，你竟敢骗本小姐！你不是说要离开皇宫的吗？你不是说誓死不嫁给表哥的吗？现在又留在这，是何居心？那个，请注意你的措辞，誓死不嫁什么的，意思就是只要死不了，还是可以嫁一下下的嘛。你这女人，之前还信誓旦旦说不嫁，现在又反悔，哼，肯定是贪图王妃的身份。哎，对，你太懂我了。你说谢云奇仪表堂堂，又是皇亲国戚，我若当上了王妃，那岂不是呼风唤雨？哎，这么好的事儿，谁不愿意嫁呢？你说是吧？我就勉为其难的，谁让谢云奇他非我不娶呢？你，我必须给你点颜色瞧瞧，你给我等着！哟，我色盲，不劳您大驾了。你给我等着！哼，你说谢云奇他究竟是怎么想的？他是喜欢我呢，还是讨厌我？好烦啊！这古代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呢？你这说什么呢？这是，周公公，明天就是你出宫的日子了，你这一走，一时半晌的那是见不着了。公公，我舍不得你，这是我托我朋友给你做的暖宝宝，以后您在风湿天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疼了。哎呦，我的小心肝儿啊！你说我这离了你，我可怎么办呢？这，周公公，你呀，甭看三王爷平日里他不苟言笑，其实啊，他是面冷心热，对你也算是一片真情。你跟了他，想必不会受什么委屈。